分享书看客家苗路學院，明日一行二新聞，行二體驗通話做得啲天陽院看得到咧。台灣通話8屆結展會來到年2年半，6月7號開始啲天陽院正式播出。8屆結展會來講嘅係將西遊記改編到一個科幻嘅故事，也係頭擺到今都唔識談過嘅一個動態膽嘅想法，佢將西遊記搬到科幻嘅場景。8屆變到水博胖鐵、老理工南山場、新泡泡嘅悟空，機器人小槍，佢到地理來世界冒險過場地度，前度屬於自家嘅幸福真理。8屆結展會來綜合有華語、學老話。到年2年3個版本，製作團隊邀請當有名嘅明星來配音，故所想來當多人嘅注意老討論。另外，還有歌手魏以賢以演唱清好聽嘅客語主題曲者，歡迎大家夾夾來去看也當地人寫嘅8屆。以上係客家苗路學院嘅報道，接下來愛教大家見本日嘅明日一行二，就係看天陽，看天陽。我只留家朋友共下去看天陽，我只留家朋友共下去看天陽。唔好為忙啊，下禮拜再來了。